如何維護 LED 板燈頻閃問題 ？LED 燈頻閃點辦？本片案例開燈後出現 LED 燈閃情況。LED 燈頻閃問題常見係公司寫字樓照明，原因可能來自電壓唔穩定。或者係火牛老化，或係開關不良等問題。比較快解決問題嘅做法，直接替換 LED 火牛。火牛要安裝喺電盒內，更換匹配嘅 LED 火牛同埋相應嘅參數要求。要注意輸入電壓及電流及最大負載瓦數。要係熄燈下更換火牛，最好可以請合資格電工師傅更換。更換火牛之前，盞燈會不斷頻閃。更換火牛之後，盞燈回復正常。LED 板燈光源壽命一般達3萬小時，用後一段時間出現頻閃故障，一般係火牛問題，唔使換成快板燈。聯絡電話91808452。